屏东市一栋公寓水管塌掉咧，结果伫水管内底流出着长长乌乌的树根。这个树根竟然是为公寓的上尾楼一路旋落去下楼站的水管。受影响的住户来指控，讲有住户伫上楼顶种植物，但是拢无咧管理，害因的厝涉水，水管嘛塌掉咧。即卖县政府已经介入处理。 水管塌掉咧，水果一直冒出来，请水电工人来通水管揪出来是乌乌个长长的树根，看到这画面，好住户真无奈。顶楼都有那个种盆栽那个榕树啊，钻到4楼，4楼的抗议，他也不理，跟他们吵架，跟4楼吵架，然后3楼我们2楼不通了，3楼的水也不通了。 这大条的树根，就为公寓楼尾顶一直撞落来下骹的水管，有住户伫楼尾顶种真侪树啊，话有规人悬，部分的根的乌白状，造成楼尾顶有漏水的问题。房间都是墙角渗水进来，每一间房间。那也叫警察来，要来调解，包括去调解委员会，他们也都不出面。我来这边大概3、4年，大概都这样啊。 屏东市这栋5层楼的公寓，有住户将楼尾顶当作因兜的后花园，种真侪树啊，淹过拢无咧管理。古在这树根乌白状、乌白纹，产生漏水甲水管塌掉的问题，住户唔知要安怎较好。还是会继续的去协调调解这件事情。如果住户在管委会的支持不从，我们将依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》第49条，裁处4万到20万元的罚款，并要求限期改善。 依照规定，大楼的楼尾顶是共同部分，爱好好维护。若是有住户违反，管委会就有这个责任加阻止，进一步请求主管机关进行处理。若是因为安尼造成损害，住户可以当要求伊赔钱。啊，即卖已经影响到其他住户的权益啊，管委会就袂当搁急点点啊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